防市消防局的秘书室有一个消防员，透过交朋友的软体甲女网友来约会，涉嫌讲性侵偷袭。检警伫消防局办公室的电脑抄出6、7个女子私密的影片，即摆是由检察官甲起诉了。 拍回银行的办公处真危险，如今却传出有公务监管涉嫌讲性侵偷袭。周刊报道，去年6、7月，前接伫桃园消防局秘书室姓杨的嫌犯，透过交友软体招 L 小姐出去过暝，所趁机会讲性侵，后来2个人交往。 姓杨的嫌犯表示讲，会当斗相共伫科技业的 L 小姐新合约，想要到事后所开税共讨3000块的费用。后来才发现讲，伊毋已经结婚，佮偷袭 L 小姐私密的相片。已经结婚，姓杨的嫌犯都是用这个交友软体就网络找目标。去年1月，用共款的手法，佮在性侵偷袭女网友。 检警进行搜索，结果伫伊消防局的电脑内底，发现有6、7个查某囡仔私密的画面。那安尼，伊的 DNA 竟然互进一步比对出2001年和2003年之间涉嫌3件夜盗共性侵强盗案件。要搁所查一天，美国一堆数据，敢若会当依法不起诉。姓杨的嫌犯过去是咧做警察，后来转做消防监管，如今红也料出伊恶质的行为。消防局表示讲，这是个人行为，和职务无关系，无方便回应。严过遮尔侪件事件，已经拍歹消防的纪律。检察官甲伊起诉，受害者敢若希望会当透过司法，还互因一个公道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